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复活节的复活主日，向大家请安，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平安进到各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愿所有圣经记载的复活节的故事，真真实实的成为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实在的经验。也愿耶稣基督与你们同行，让我们每一天都与复活的耶稣同享他复活的快乐。复活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期呢？其实复活节是因为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事件，经过了300年左右，才成为教会的一个宗教节庆。所以复活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它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影响跟他的应许。复活节带给世人最大的一个喜悦，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它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它使忧伤者变为欢笑，它使黑暗变为光明，它也让失望者得着了盼望。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命就必然得着翻转，从只是一种信仰上理念上的一个宗教信仰，变成真正的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带来一种复活的大能。圣经有许多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在清晨众人还没有醒过来，她就到耶稣的坟墓来纪念耶稣基督。她是第一个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者。所以约翰记载，根据玛利亚的记载的见证，使徒约翰他写下了这一句话，他说：玛利亚说，我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有许多的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讲了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听到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里面，跟他说愿你平安。也曾经在重新回到重操旧业的彼得，在撒网捕鱼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来到他的身边，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故事记载在福音书，甚至最后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1节，他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有的众教会在今天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着一种渴慕，不只是在诉说过去的故事，也是带着一种渴求，来到圣殿施恩宝座前，盼望能够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死气沉沉的信仰，或者干渴的信仰，或者受捆绑的信仰，能够重新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重新活着起来。今天我为大家选读圣经的经文，是诗篇第104篇第1节以及33节到35节，还有启示录第19章第1节。这2段的新旧约的经文都谈到了哈利路亚。我们在复活的主日经常会唱有关于哈利路亚的诗歌。哈利路亚，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我的主已经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是一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赞美神的一个言语。大卫在他的诗篇104篇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他是至尊至大，他以尊严以尊荣威严为一。在接下来启示录谈到了在天上的敬拜。使徒约翰受圣灵的感动，他记载了天上他看到了异象，他听到了神的话语，他听到天上的声音对他说：我听见天上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这是一种天堂的敬拜，是一个属天的敬拜，也是今天我们渴求，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一个敬拜。
所以在复活节，我用向我们的上主、向上帝唱哈利路亚，向我们的神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字在希伯来语，它结合了两个字，第一个字叫做赞美，字首哈利路、哈拉，这是希伯来语的当赞美、赞美的意思。最后那个亚呢，是一个雅卫，是神的一个尊称，所以赞美神就成为今天我们习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看见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不由自主的就喊出来说哈利路亚，好棒啊，赞美神，我们当然称颂我们的耶和华。所以大卫他在整个诗篇里面，其实在诉说的一句话就是：从此以后，我要在神的面前一生一世，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赞美的诗歌。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向我的神来歌颂。愿上帝的应许从现在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恩慈能够扶持带领，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跟他的门徒，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十字架的大能，他胜过黑暗的权势。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前欢唱。那34节，大卫这么样的告白说：愿上帝纪念我的默念。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不论在什么的情境，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我静默不语。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当如何做的时候，我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安静下来。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的神必为我来施行他的作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艰难或者生命的重担压心头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当怎么办，我们安静的等候上帝奇妙的作为，将挪开那一个阻挡在耶稣基督坟墓的那一块大石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遇到艰难，会如同一块大石头压着我们的心头。我们欢唱哈利路亚的时候，神用他恩慈的手，就将那个拦阻跟障碍捆绑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开。所以大卫他对我们的一种邀请跟见证，他说：我必将因耶和华而喜乐。愿耶稣基督所带来复活的生命，也带给各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因着我们的上主耶和华而欢乐过一生。哈利路亚！刚刚我有跟各位弟兄姐妹解释这一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哈利路亚，如果严格来说，从字面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在诗篇104篇跟在启示录有4个地方出现哈利路亚这一个字词。哈拉这个字叫做赞美，是希伯来语里面的称颂赞美。后来我们在称英文的圣诗叫做 hymn， 圣诗或者整个诗篇的诗篇的这个名称都跟赞美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赞美的时候，就是尊荣神，就是高举神。在我们的难处，在我们的困难，在我们的绝路，生命不晓得何去何从的时候，当我们高喊着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高举神，神必为我们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愿神纪念我们在今天的敬拜。也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哈利路亚最后个字亚，那个亚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雅卫，他们称神上主为雅卫。因为从十诫之后，当以色列人明白了神的教导之后，他们就不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所以他经常用一种尊称的方式，雅卫、亚、El 这几个字记载在摩西五经的里面。雅卫本身就是神的意思，就是我的上主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常唱哈利路亚，向我们的主来欢唱我们的赞美，诉说我们的心情，诉说我们生命的感谢。所以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许多的圣诗的歌词都会放进哈利路亚这个字。哈利路亚，我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的，今天的礼拜是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今天的礼拜也是再一次来邀请，虽然在苦闷当中不知所措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带着静默的心，我们就带着一种顺服等待的心，在神的面前高举神，也等候神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这个字来自于哈拉，也可以写为哈类，端端在于它的语词是什么样的动态，所以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赞美的意思。有时候当有一个命令句，它会加上命令式的口语说，当赞美耶和华，雅就是雅卫。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大卫他许多赞美的词句当中，我非常的喜欢他记载在诗篇第33篇第三首。当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所唱的赞美诗将成为一首新的赞美诗。所以大卫在他的记载当中，他记载的仿佛是在谈1000年之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他的子民将欢唱新的诗歌，唱生命的诗歌。这一段的经文如此说：你们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用我们台语的圣经，他说：你当练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好听歌响亮。这一句话在形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首歌，我们生命将因着神而美好，我们的生命之歌将好听又响亮。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子民没有一个是软弱的，神的子民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唱哭喊唱哭调的一些子民。我们从今天以后不再是哀哭，而是欢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一种应许，也带着一种渴慕的心，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在今天我带来2个祷告，来邀请弟兄姐妹在主日的信息当中，能够用这些经文来进入到我们生命深处来祷告。第一个，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深深的相信，我们是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不应该只是用一种读圣经，不应该只是一个听故事，而是带着一种渴求的一个心跟神说：神啊，他拥有，我也要拥有。主耶稣，玛利亚经历到你的复活在以马忤斯的门徒垂头丧气的时候，主耶稣你何等的怜悯他们，你陪伴他们的走路，跟他们讲道理，用话语来安慰他们，开启他们的无知。主耶稣，你带我到我的生命来。主耶稣，求你让我经历到你。每一次的礼拜，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在神面前恭敬跪下渴求的时候，都是一个经历的开始。愿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复活节一个最美丽的故事，就是玛利亚来到耶稣基督的坟墓前，正他在烦恼说：当我到坟墓的时候，谁为我打开那个坟墓的，挡住那个坟墓的门的那一块大石头呢？来不及让他犹豫，当他走到了耶稣基督的坟墓的时候，他竟然看到一个敞开的坟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拦阻，一些黑暗的权势跟一些攻击，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垂头丧气，一块大的岩石就压在我们的心头上，重重的石头碾压着我们的心，让所有的一切盼望都消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向耶稣基督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如同他告诉我们说：死亡啊，你的权势在什么地方？主耶稣的复活将让死亡的权势跟罪恶的权势离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讲3点，至少很明确的在复活的应许当中。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让这些充满了哀愁的门徒，他们重新跳舞，他们重新欢唱。原来是躲着暗暗的流眼泪，伤心绝望，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揉揉他们的眼睛说：我是见到了鬼吗？我的主耶稣岂不是已经钉在十字架埋在坟墓里面了吗？
我的主耶稣怎么可能来到我的面前，在我的面前展现他的荣耀呢？所以这群人后来就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见证人，一个一个，许多的故事就连在了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信心，让哭泣成为欢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向耶和华，特别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唱一首新歌，如同大卫用他的诗篇33篇第3节，他说：当向神唱一首歌，一首新歌，好听又响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众教会将成为一个赞美的天使，如同启示录第19章第1节，约翰说：我听见天上的敬拜，许多人众圣徒在天上的敬拜，我听见他们欢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权柄都归于至高神。各位弟兄姐妹，复活将带来一种新的力量，是一个活泼的力量，是一个没有拦阻的力量，是会让死气沉沉成为一种盼望。让我们默想大卫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跟神求，神啊，不只是在复活节，从今天开始直到我一生的结束，我天天与你同行。主啊，我的一生不只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充满了活力，甚至到我年老的时候，体力衰退的时候，主啊，我仍然要终其一生向你欢唱。当我还活着的每一天，我必因耶和华而喜乐。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选读经文的时候，也顺便为各位弟兄姐妹摆上我的祷告。愿各位弟兄姐妹能因着耶稣而欢唱，因着耶和华而欢喜。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灵与你们同在。复活节很奇妙，他将一个旧约的蒙恩的节日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作为互相的连结。所以复活节是在逾越节的开始，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聚集了他的门徒，一起设立了圣餐。逾越节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苦读，上帝如何差遣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后来他们世世代代都会用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恩典，它代表得释放、得自由。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这个意义，他让死亡的权势离开，他向世人彰显他的权柄胜过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所不可能见到的事情，他让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英文不是有一个字叫做 impossible 不可能这个字吗？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主耶稣将这个不可能 impossible， 他用他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手将那个 possible 拿过来，他说 I am possible， 我是可能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跟用他的死，主耶稣用他的生跟用他的死来向世人彰显他是带有属天的权柄，是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纪念感恩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被邀请。我们当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耶稣基督，我不配，但是感谢赞美你，你竟然邀请我这一个这么卑微的人，你邀请我进到上帝的国度，你邀请我到天父的家里面，你将他的儿子的荣耀的名分来赐给我，让我做他的女儿，让他做他的孩子。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愿意。复活节它本身其实是代表一种新的世代来开始。在耶稣之前，人是沉沦的；在耶稣之前，人是孤独的；在耶稣之前，人是有许多的无能为力，特别面对了许多的诱惑、引诱、欲望跟苦毒捆绑。所以从耶稣之后称为新约，在耶稣之前称为旧约，从耶稣之前称为死亡，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得到一个永生的应许，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凡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相信他曾经说过，生命在于我，复活也在于我，活着来相信我的人，他必永远不死。各位弟兄姐妹，生与死它代表一种生命的权柄，绝望与盼望。主耶稣用一个十字架的死，各个他的钉痕手，他彰显了神如何让一个死亡埋葬的尸体能够重新活过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为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受许多世俗的影响，我们无能为力，对许多的情欲、欲望跟罪恶，甚至有一些习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习惯对我们是有伤害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最伟大的地方，他就是让无能为力的罪人能够超越这些罪的捆绑。今天有许多人沉沦在酒精，今天有许多人沉沦在自哀自怜，今天有许多人沉沦在情绪的忧郁，今天有许多人他沉沦在毒品的捆绑，甚至有一些人沉沦在情欲，纵容在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两性的不妥当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让人重新为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主要是向我们表现他的怜悯，他陪伴我们，他跟我们说，孩子回家，回到我们天父上帝的家。主耶稣用他的复活，他抹去了所有不属于上帝的那些黑暗的污点跟一些捆绑。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与他重生。所以保罗才会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就是耶稣所谈的关乎重生的教导。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入上帝的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静静的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软弱摆上。愿上帝主耶稣将我们手上的捆绑，特别是你常年当中没有办法得胜的一个习惯，奉主耶稣的名，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经历过复活的耶稣，我们将是带着有力量权柄的，我们会胜过许多的软弱，我们对那些不妥当的诱惑说 No， 你再也不能够影响我。所以他是一个带领我们从辖制当中得自由，他是带领我们在软弱当中重新得坚强、刚强壮胆。他是带我们从一个哭泣的绝望当中，能够仰望复活的耶稣基督。从此开始，我们不再哭泣，我们将在神的面前欢唱哈利路亚。有许多的见证人，但今天我要用保罗跟约翰他们的见证的话语，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作为我们的祷告。保罗如何祷告？约翰如何见证呢？约翰他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记载了抹大拉玛利亚他遇见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后来在那一个晚上，主耶稣穿墙而过，进入到耶稣门徒聚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穿墙而过，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众人都吓着了，因为他们不知所措。难道是我们的幻觉吗？难道是我们看到鬼了吗？主耶稣说，不是，实实在在，阿们，是我，就是我，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恐惧的氛围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不只是对他的门徒所说，今天凡是在软弱当中不知所措的各位神的孩子们，主耶稣基督也向你们说，愿你们平安。不只是这样子，当下耶稣基督就应许圣灵与他们同在。还没有等到过后的五旬节领受圣灵的充满，主耶稣在那个晚上已经悄悄的将圣灵已经灌注在这群的耶稣基督充满了恐惧的门徒。他对他们说，愿你们领受圣灵。
主耶稣用一种很温柔的、很具体的一个动作，主耶稣好像在吹气球一样，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有耶稣基督的应许，我愿你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主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吹了那么一口活生生的上圣灵的这个灵气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今天的聚集不论在何处何地，让我们的今天的聚集不是在远方在近处，让我们今天的聚集不论在地上或天上，我们都如同约翰看到了一种充满了震撼力的一个天堂的敬拜。他说，我听见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在我们台湾的罗马拼音的圣经里面并没有括弧这一个解释，这是因为版本手抄本的记载不一样，我们只记载到在天上大声的说哈利路亚。但是在中文和本它添加了这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它有一个括弧，它解释说哈利路亚，他把它弄到这个括弧里面。他说，当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保罗的见证，保罗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意思就是，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全然的翻转。保罗的翻转是一个震撼性的，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捕抓基督徒，来羞辱他们，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向他显现，他当下就瞎了眼，因为那个强光照射他的眼睛。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困迫的耶稣基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明明白白的领受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跟他的权柄跟他的身份。所以保罗在许多的书信当中充满了许多非常珍贵的一个教导。他在罗马书第8章11节他说，叫耶稣基督从死复活的那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如果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住在你的心灵，也必叫你们必死的身体重新活而过来。各位弟兄姐妹，他说，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你们将成为一个活泼的人。原来你不懂得神的奥秘，但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他会解释给我们，他让我们明白神的事情跟人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早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700年，以赛亚书就记载了许多弥赛亚的应许，特别是40篇。当经历过复活的弥赛亚的人，就是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复活节最大的应许，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好像去加油站，每一年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重新加满了油；每一年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重新加满了神的灵恩，并不是说神的恩典是可以使用殆尽的，不是，而是说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时时刻刻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礼拜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重新得力，天天重新得力，年年重新得力。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应许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也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奔走各个他的道路，我们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愿神所赐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第二个祷告，我要跟各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看到圣经的应许，我们应该跟神说阿们。我们也应该神说，神啊，不论圣经所有的任何一个发生在圣经人物上奇妙的故事，不只是圣经的故事，要成为我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有一个逾越节，
我苦闷的历史将要过去，我人生的过去那种destiny， 就是我的命运宿命论怎么这么糟糕，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逾越节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新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我里面的人就不在黑暗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复活节是我们的逾越节，今天复活节是转逾越节为复活节的日子，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受苦，我们何德何能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这个日子不是别人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请注意，就是你的。包含今天牧师的讲道也是为你邀请你，是神早就预备给你的。神给我，神也给你，也给你的孩子，也给你的家人。复活节他的应许就是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复活节是一个应许的日子，凡是神所应许通过耶稣基督所加添给我们的，没有一个应许不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耶稣基督说，我来到这世上是为了让人得丰盛的生命，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将这个恩典赐给我。加拉太书第2章22节经文如此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告白，他这么样来见证自己。这一句话其实有谈到过去的我跟今天的我。现在活得的不再是我，是指过去的保罗。保罗说，过去我看这世上的一切如同荣华富贵，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看这些荣华富贵如同粪土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旧的我跟新的我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将决然的不同。所以保罗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我，一个新的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手上被祝圣，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手高举在上帝的面前说，天父上帝，求你祝福你所交托给我的这一个孩子。主耶稣为我们祝圣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必然得着神自己。所以保罗又继续说，他说，这一个新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将有真理的仁义在他的心中，他的心中将有良善，有公理，有公义。在他生命里面，他的生活的举止将有圣洁的香气。各位弟兄姐妹，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其实就是返璞归真，回到上帝所创造原来的他的心肝宝贝，如同那个浪子起初就拥有儿子的名分，虽然在这个世上曾经世俗流浪跌倒，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拥抱着他。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今天的礼拜，我们重新与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一个在天家享受神的慈爱跟恩典。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从今天开始，主耶稣，从今天开始，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你而活，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各位弟兄姐妹，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众人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我们是为了天国而活，我们是为了主耶稣而活，我们是为了这一个荣耀的身份，就是上帝尊荣的孩子的身份，为这个尊荣的身份而活。愿大卫所宣告的祝福，也在每一个今天共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愿你生命之歌，愿你生命之歌是一首新的生命之歌，好听又响亮，好听又响亮。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上帝而活吧，不要再犹豫。当我们为自己，我们只是一个孤独的人；当我们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的身边将有天兵天军，神的众天使与历代的圣徒，他将与我们共同的见证神的荣耀跟神的丰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保罗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我而死的主耶稣基督的而活。愿耶稣基督的慈爱，他钉痕的手触摸在座的弟兄姐妹，愿他的手触摸你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他相互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愿意将我的一生摆在你的手上，好不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你不只是宣讲伟大的天国的福音的讲章，你不只是跟我们讲道理，你更用你掌管生命的手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向你降服，我向你决志。主耶稣，愿你掌管我的生命直到永远。愿我的生命虽然不配，但是被你所用。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你圣洁的名求，阿们。愿你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